我姓蕭，叫蕭宇球。我係71年就嚟讀中一嘅，就76年咧就中五就畢業，就讀咗一年就中六，就跟住就升學去到 Poly 啦。所以留低呢個學校咧都有6年嘅學校嘅生活啊。咁啊77年咧就我嗰年咧就選咗做 Happy Fat 添，我記得 Happy Fat 先。最大變化咧起咗呢個新翼，嗰陣時新翼呢個係應該係停車場嚟嘅，我記得。106我喺呢個班房上過堂嘅呢度，跟住嚟。好多年冇見啦，直頭多年啦，拉銘啊叫啊，拉銘啊嘛。我讀3年時嘅，佢讀隔離班嘅，隔離班嘅。拉住係最好嘢啊！威哥未見過啊，有。一樣啫，影幅相先。愚忠校慶5月8號約定你。